团教室里，大家忙进忙出，准备练习。这个乐团的组成很不同，个个都是阿公阿嬷，年龄加起来破1000岁。老花眼镜是基本配备。以前我听到那个椰子湖的声音，其实我没办法去接受，就觉得哎呦好吵、好丢脸的声音，尤其唱那个腔，山歌，我们那时候求学当中都觉得很丢脸。许瑞一手发起的乡音国乐团成立7年，从排斥到拥抱客家音乐，如今唱起心爱的歌谣，韵味十足。唱山了歌呐，自备乐器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。阿公阿嬷们不怕辛苦，也就认为安排退休生活，音乐是最好的选择。很多次想放弃，又想说，如果我放弃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我只好再学啊，突破这个难关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大型演出在即，脚打拍子，跟着指挥手势，希望把好听的客家音乐传递到每个角落。爱好糖音乐，爱好糖音乐，爱好糖音乐，爱好糖音乐。